第八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8拖1 5 12，三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8拖1 3 5 12。第八場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一名馬膽8號，第二名嘅馬膽1號、5號、12號，第三名嘅馬膽1號、5號、12號，第四名嘅馬膽1號、2號、3號、5號、6號、10號、12號。呢一注飛呢，總共係30注，2蚊一注呢，總投注額呢係60蚊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飛輪馬群組，同我哋一齊玩呢個連贏過關呢，付少少費用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返嗰幾句説話，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，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